早排籃網隊簽約曾凡博，惹起咗少少爭議。有人質疑籃網只係想藉住曾凡博提升澳門 NBA 季前賽嘅吸引力。根據報道，曾經同幹沙亞大學達成口頭協議加盟嘅曾凡博，喺今年9月23號簽咗份 Exhibit 10嘅合約。呢種合約容許球隊喺常規賽之前隨時放棄球員，無需支付長期工資。喺澳門嘅 NBA 中國季前熱身賽期間，有傷在身嘅曾凡博只有短暫上陣嘅機會。喺佢被放棄之後，有好多玻璃心嘅球迷喺網上表現失望，認為呢單合約純為促銷澳門賽。其實 Exhibit 10合約係咩嚟呢？簡單嚟講，呢個合約係一種戰略工具，令球隊可以評估同發展新球員，同時保持名單嘅靈活性。佢提供咗球員展示自己技術嘅機會，並有機會爭取陣中成員嘅一席位。呢啲合約通常只有少量保證金，大約5000蚊美金。表現好嘅球員可以轉為雙向合約，俾佢哋有機會加入 NBA 球隊或者 G League。籃網可能係將呢份合約視為提升國際品牌影響力嘅策略，而唔單止係財務投資。儘管曾凡博上陣嘅機會有限，但如果簽約有助於實現球隊更大嘅市場推廣或者品牌目標，咁呢番努力就可能係值得嘅。再簡單啲講，如果曾凡博係一個 high prospect， 佢應該一早入選咗早幾個月嘅 NBA draft， 而唔係僅僅 Exhibit 10 deal。希望佢同支持佢嘅球迷唔好太灰心。想知道更加多關於 NBA 得意消息、股仔以及最新動態，請馬上關注 NBA Outsider 以及 VBase HK。